回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3届粤剧大奖赛的精彩片段，让我们与您一起穿越时空，去品味粤剧名段的经久魅力。
神，我想起了杨家贾道平，莫非是富裕人间来说明？我本是京都采王先生，得到海宁两名，到我陈家叫声名，明君要随无两人，总等陈家叫声名，带着台湾的点心。英雄分家叫算你。
死，皆不同，一重重心事，天最长。什么鸟伴似锦月团圆？为什么不早晨见引人伤？说什么人我相迎月交集？为什么不早恰巧途牛郎？说什么比天似喜月儿明？为什么不早一里彩虹发？一里啊，
相。钟小王，深水过来，我来替你按嘛。哎呦，哎呦。恩师大人，我生的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。急性病？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？哎，恐怕是阴阳失调吧。这病不要紧。数日以后，因逢太岁诞，生逢喜事精神上，太岁诞一个，包括延期，心旷神怡呀！恩师大人，你就用的什么药？家常用暖，妇儿长。此药非礼不能拆，非死不能用哦。将心素气，消食驾客。恩师大人，我看这也香，万事不用了吧？用法由我当教侍候。是。恩师大人，我生的乃是死盲病啊！哦，是啊是啊，时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哦，死盲病啊！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我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是啊，恩师请好。这忙一句，北京寺庙的一幅丝袜像。哦，这是忙一句的一幅丝袜像，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。恩师请看。画得好是画得好啊，画得像是画得像啊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好啊，我说是画得十分像啊。钱哦，哪里来的什么富恩哟？可惜是王邦铁车三月渡，比见他对岸路真香。恩师啊，你听清楚我的家音，真乃是画饼真能充饥肠，言起呀，好风来日风在当，青云玉露终能上，你与他有情人终能成眷属，你何须
我一片真心比天高，他无动于衷为哪吒？我心中雨花真名将，神色伴君是伴主，一旦雨后要爱父郎，见人为子我真下堂，少花娘在南杀人的此境，我体谅。除了新兴涌现之外，行当齐全，流派纷呈，也是几届越剧大赛的一个特色。小生、花旦、老生、老旦、丑角儿，人才辈出，可见当时越剧舞台的繁荣和兴盛。知道他府内草莽人情乱，恰原来国家经济非常乱。美少年脚上秀气，身形小貌如温润。
谁知道受了你丫头眼机灵，伤了你，你永远你闭门羹，偏向我默默凄凉的院门，遍体生完梨花尽。那一日你蒙着都不理人，今日又别自杀彼此八字命。嘿，姑娘，黑名报纸，到底藏在何处啊？啊，刚才已经告诉你了。黑姑娘，请说啊。黑姑娘啊，公子别子家里大，草在木中比我昂长，黑名报纸藏多次，劝你快杀进家，早为报纸早为家。此次你恰听明白了。好，大宝子山在半青放在半菜空里呀，长在清水叫在梦，看在草的大门梁。咦，这什么素材？我怎么越听越用不了？沿着碧波水路走，穿过龙门归故交叉，绕过水晶大沟江，走进茫茫乡的湖，翻开玲珑大宝箱，揭开龟壳两三张，便可见两颗宝子闪闪亮。你也怪在我嘴上嘴脏，千里记挂了，自然是你亲手所碰，黑名字是我儿子亲手拿过来。黑名字这两口实在太大。好，他就也怪不肯讲，我还见快刀来交杂，心里模糊。若因结识要花样，黑姑娘，藏于院，当于堂，姑娘做事要30两，想一想，姑娘青春花一样，总不能老是同你想。想一想，情人为你却悲伤，只盼夜灯思念长。想一想，你是不为自己想，总该为三五王子想一想。他为你真知道的黑龙王，他为你为龙女去想，他为你脱掉自在外他意，他为你不去穷家去。
叫姑娘是红，要人不在想。你这位包子百事谈经，大家喜洋洋，哎呀喜洋洋。
女儿是娘亲生来娘亲娘，一长一短总好商量。女儿撒野始终错，啊娘啊，你也肯来原谅。女儿嫁到王家子一月，那不谁好真比得当上我亲生娘。我父亲虽然年矮，真比得亲娘。你能知儿童样？父亲生我儿受那苦，还要怪你娘亲少教养。娘啊娘，你今日反而为家去到来人，我双双对对来放亲西门的风满天，南东那雨一年。这长长的日子，我怎么过？是梦啊是真，在眼前。
记得婆婆令我在意一生，那祥林他还在要来面，我是在前为他三餐啊谁，晚间长把四不甜，我是有做媳妇有做啊姐，哎，心思苦十几呀年，有才子啊病情应半年，相邻死留下了两代寡妇独在间。婆婆是啊，她为下了重扎将我们啊，为姥姥抢我到山间，多亏姥姥啊，她对我好啊，大年与阿毛天。阿毛，姥姥，你不要怪我，我是笨啊，我是傻呀。我当知道下些天野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虽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，春天也会有。姥姥，你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啊！谁知道上岸得去姥姥的命啊，阿毛遇着我郎啊爷，偏向我无依无靠无爹地。那大把有手去我两间，没奈我儿子从八路不进啊，这句的面受尽我多残年，多生我两次寡妇在泥中，老爷他见我脸，我为了所在去专门啊看，花去我贡献12千，深受到天大的灾孽，多苦说啦，恰为我的灾孽生去没有亲半点，哎呀亲半点啊！
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历届越剧大奖赛的精彩片段，回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